停车！路检！下车！快点！哎，嘿，还是个女司机。哎呀，刹一下他就哭了。跪下，把货留下。对，跪下，饶你不死，把货留下。跪呀！哎，我岳帮是吧？这儿谁是老大？干嘛？叫你跪下，把货留下。今天这儿，我是1分钱都不会出。如果大家能让我顺利过去，回头我还能请哥几个吃个饭。你凭什么？你说了算吗？我这说了不算，叫你老大来。我说这女的看起来不简单呐，她是不是认识咱们老大？谁啊？大呼小叫老大的，我就是。哎，威哥，把路障打开，我要过去。大家从这儿过都得给路费，你不给，这合法吗？你说的是哪家的法呀？哦，那你们家的法是这儿不给过。对，从我们这儿过就得给路费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承认我初来乍到，初来乍到就这么嚣张啊？身上没钱，这是我接的第1单，对我很重要。如果今天各位放我过去，我说了，回头我愿意请大家吃个饭。如果实在不行，你们看，除了钱还能怎么着？大哥，全是米，全是大米呀！大米啊，那这就不好办了。咱们岳帮最缺的就是大米。把人杀了，货全拿走。对呀，只能杀了。对，这满满一车大米，被他同伙知道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哪有那么强？把他杀了，大米随便买哪儿，谁能知道啊？别杀人，没事。老大，大米呀！我想摸他。这么多人，能怎么着？说完了没？哎呀！你疼！这算摸到了吧？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你们都是老实人，根本不行，能吓唬一些胆小的，但对付我没用。看这样，估计要动手。我们不你可能小看我们岳帮了，这些都是做事儿的。你要觉得自己能打，跟我打，打赢我，你过去免费。好啊。我得先说清楚了，你是个女的，你要是被我放倒在地上了，那可能这些兄弟们可就将就着当床用了。会的，记得拿床被子过来，免得着凉。还打不？这女的还有这本事？实战多，我实战还多呢。威哥，老大，没事，挺厉害啊，交个朋友呗。交朋友可以，那以后看到我的车，你的车以后再见从我这儿过，放行。